由下部书来讲道，今日讲道的题目是中级首选应要呼调。讲到的题目是长职受选，荣耀呼召。心主敬的主面前，我已刚下了你，你信心来管家最敬佩，一定你最最属乎，我在我的理想给你路平安，我传所最一切属乎，人民主的苗条堂，主安的家永远修理，你可调我来看我意，我就看就当心头塞住，为主发灯，眼灯上背，我没求过路，我想花的快乐，我没属红，才有主口里，我全世界拢通听的，我的国家。主安的家永远修理，你可调我来看我意，我就看就当心我在主，为主发灯，眼灯上背。主管修理，我心家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